过去捌做过电视台读日一字的书法老师张炳宏，研究这毛笔字是已经超过1甲子。即阵对时代的进步，甲毛笔字结合 AI 动画，研发出思维系统。我梦想更较侪人有兴趣来学毛笔字。手提毛笔专心写落来几个大字，伊是书法大师张炳宏，经验超过1甲子。过去捌伫电视台节目，逐日一字写字，现场袂少民众讲，过去拢敢若伫电视顶悬看到老师的字，即马才亲目睭看到老师本人。我们下课后回家晚上功课是必写的，一定要练习。长大以后，才真正看到张炳宏教授的本尊。大家拢会看到。有啊，真的每天很期待。哇，真的太会写，写得太漂亮了。为了对时代的脚步，张炳宏结合传统书法甲现代科技，研发出一套系统，透过 AI 动画，希望让更较侪人加入毛笔字。我现在在推动的这一个书法，发现如果没有把科技带进来的话，可能小朋友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艺术或者是一个学习。但是我们现在所研发的这一个一笔，它完全可以跟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用的工具可以结合在一起。新北县文化局美术馆等下展出张炳宏书法家的作品，等到1月12日，希望让民众欣赏毛笔字的水意。记者杜君豪，新店报道。